接下来就到较难的对话理解题，有图片、老顺引动两种先锋类型。因为每一个对话理解的题目都比较长，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记忆跟理解，所以我们要利用题目会播放2次的机会，分阶段来解题。我们可以这么做。首先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选项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。听第一遍的重点，我们要放在题目最后问什么，因为音档在第一遍播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来不及听清楚全部的内容，所以可以先记下最后的问题。等到听第2遍的时候，重点就要放在前面对话的内容关键词，才能顺利的选出答案。现在我们就利用刚刚的策略来做这道图片题。先来观察一下下尾也3种图。第一种看起来就是做太水，第2种是放动态，第3种是落色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第1遍的音档。前几日伊朗无停，听讲伊严重，是无？是啊，听讲停班停课嘞。请问做乜嘅会停班停课？大家还记得我们听第1遍音档的时候，重点要放在哪里吗？就是最后的问题。请问做乜嘅会停班停课？为什么会停班停课？所以我们第2遍在听的时候，就要去对话里面找停班停课的关键原因。前几日伊朗无停，听讲伊严重，是无？前几日伊落无停，雨一直下，最有可能导致停班停课的原因就是水灾。故说注意选第一种图。